開揚嘅景觀加上實用嘅開積，我哋今日嚟到炮台山參觀一個上車盤。Hello，又係我 PA 啦。如果作為一個上車盤，大家都希望佢配套成熟之餘，最好就鄰近港鐵站啦。今日我哋嚟到炮台山嘅安澤花園參觀一個532尺嘅涼房，正就符合晒我頭先所講嘅要求。由大門口進入一個冇玄關嘅客飯廳，喺間隔上亦都非常之方正，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加上對流窗可以增加翻空氣上嘅流通。嚟到廚房嘅部分，有足夠空間可以安放洗衣機、雪櫃同埋其他煮食爐具，而喺保養上亦都非常之新淨。我哋經過走廊嚟到第一間房，長方形嘅間隔，如果想安放家私嘅時候，亦都比較方便同靈活。嚟到浴室嘅部分，係乾濕分離嘅企缸，再加埋有活動窗，增加翻空氣流通。嚟到最後一間房，有足夠空間可安放雙人床，而且可以安放到巨型嘅衣櫃，亦都可以善用埋窗台嘅部分。